你可能每日都有去做運動，希望可以減到肥。又或者每日你都有睇30分鐘嘅書，希望可以增長到你嘅知識。但係唔知你會唔會覺得，我明明已經做咗好多運動，但係始終都唔係好減到肥呢？又或者我明明已經睇咗好多書，我每一日可能都已經有 keep 住睇30分鐘左右嘅書，但係平時應用到喺日常生活裏邊嘅知識，好似都冇乜點樣增加到。個問題可能就係出現咗喺你對你自己嘅身份認同上邊。你可能純粹做咗運動同埋睇書呢一個動作，但係你其實內心深處對於你自己嘅身份認同根本唔係一個追求健康又或者追求知識嘅人。所以其實睇書又好，做運動都好，其實係你逼緊你自己去做，而唔係由心出發。可能你做完30分鐘嘅運動之後，一樣會走去食肥膩嘢，又或者你睇咗30分鐘書，但係純粹只不過係睇咗書裏邊嘅文字，你有冇真係好認真咁樣去到消化裏邊嘅內容，再應用翻你自己嘅日常生活裏邊呢？所以其實你需要改變你自己嘅身份認同，先至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咁到底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先至可以提醒你自己係一個乜嘢嘅人？今集我就會用 AI 教你去寫一份專屬於你自己嘅身份認同聲明，教你話俾你自己嘅大腦知道，你追求緊嘅形象係乜嘢，你心目中到底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咁聲明到底係啲乜嘢嚟呢？其實就係每一日你用文字同埋你自己嘅聲去到話俾你自己知道，你係邊一個，你相信啲乜嘢，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但係到底點解要寫聲明呢？就要由我啱啱提及到嘅身份認同講起。原子習慣呢本書裏邊講咗一個分開咗3層嘅行為模型。第一層就係結果層，就即係最表面嘅嗰一層，可能係我想減肥，我想每日睇30分鐘嘅書。而中間嘅過程層就係譬如我每日去咗跑30分鐘步，我每日睇咗30分鐘嘅書。好多人其實都係會停留咗喺結果層同埋過程層，就即係我想減肥，咁我就去做運動；我想學多啲嘢，我就睇書。但係好多人都忽略咗最深層嘅身份認同層，即係譬如減肥，其實我係一個追求健康嘅人；我想睇書，我係一個追求知識嘅人。咁樣先至可以由改變你嘅身份認同，去到改變你自己嘅潛意識，再改變你嘅行為，改變你嘅習慣。好多人堅持唔到一個習慣，其實佢哋失敗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淨係改變咗結果同埋過程層，但係由始至終都冇改變到佢哋嘅身份認同。譬如你逼自己做運動，你每日可能雖然做咗30分鐘嘅運動啦，但係由心裏邊你根本都唔覺得你自己係一個健康嘅人，又或者你根本都唔相信你可以減到肥。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只係會一直逼自己去到做一件你唔開心嘅事，咁所以遲早都會放棄同埋做唔到你想要嘅效果。但係如果你係打從心底裏邊覺得你自己係一個好健康嘅人，你就唔會單單係靠你嘅意志力去到逼自己做一件你唔想做嘅事，而係會自然會食得健康啲，自然去到做運動。我哋每一日嘅行為其實都係自己身份認同嘅延伸，你每日做嘅唔同嘅小事，其實都係話緊俾你嘅大腦知道，你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就好似我每日朝頭早跑完30分鐘步，然之後我會食朱古力，之後我會食薯片，再食個下午茶。咁或者係有1票係投咗俾我係一個健康減肥嘅人，然之後有3-4票都係投咗俾一個唔認為自己係健康嘅人。所以寫聲明其實係一個儀式，去到話翻俾我自己知道，我到底係一個點嘅人，我相信啲乜嘢，我想做啲乜嘢嘅事。你唔再單單係靠你嘅意志力去到堅持去到做，而係由內而外咁樣做翻一件符合翻你自己身份嘅事。所以寫完一份聲明，然之後讀出嚟，其實就係 reset 緊自己嘅潛意識。簡單啲嚟講，就係洗翻自己嘅腦。而每一日你啱啱瞓醒同埋臨瞓之前，其實都係 reset 你嘅潛意識嘅一個好時機。所以每日瞓醒同埋臨瞓之前都可以讀呢份聲明。你 keep 住咁樣去到做30日，你就可以改變到自己嘅身份認同，然之後自自然然就可以改變埋你嘅行為習慣。我接觸過好多觀眾，佢哋都知道有寫聲明嘅呢一件事，但係好多人其實都係冇寫到嘅。原因我覺得有3個，第一個就係覺得寫聲明好尷尬，喺度自言自語咁樣。第二就可能係覺得寫聲明其實係冇用嘅，寫完都係自己呃自己。但係冇錯，寫聲明嘅效果正正就係要自己呃自己去到洗翻自己嘅腦。第3點就係睇完本書之後，可能已經覺得我已經明啦，我唔需要另外再去到寫聲明咁麻煩啦。但係其實唔止係原子習慣呢一本書，係喺同成功有約、可能 Think and Grow Rich 等等唔同嘅書裏邊，聲明呢一樣嘢出現嘅次數其實都好頻密，因為寫聲明其實係非常極之重要嘅一個步驟。你寫完一份聲明，然之後係咁讀佢，其實就可以改變你嘅潛意識。改變潛意識其實係對我哋想改變行為、改變習慣嚟講非常重要嘅事。咁到底要點樣利用 ChatGPT 去到幫我哋寫聲明呢？我咧就事先已經將原子習慣呢本書餵咗俾 ChatGPT， 大家可以喺影片描述嘅嗰條 link 嗰度直接嚟到呢個網站。而如果大家有任何有關原子習慣實踐嘅問題，都可以直接喺呢個 GPT 嗰一度問佢哋。而啱啱講到寫聲明啦，我咧就已經預先打好咗一個 prompt， 亦都會擺喺影片描述嗰一度，大家直接 copy 完之後啦，直接改翻你想要做到嘅習慣就可以啦。
而呢一段提示詞講嘅係，我知道身份改變係好重要嘅，所以我想你幫我寫一段聲明，內容咧就係要我每一日讀完之後都有動力，幫我可以提醒到我自己到底係邊一種人，同埋點解我要實踐減肥嘅呢個習慣。咁樣同佢講完之後啦，佢咧就首先 draft 一個比較簡單啲嘅聲明先嘅。draft 完一個簡單啲嘅聲明之後啦，佢咧就問翻我啦，如果我係有啲咩特別嘅習慣啊，譬如我係會做咩運動去到減肥嘅，跟住係幾時做，同埋會唔會係拒絕食宵夜啊，又或者係其他方面去到減肥或者追求咗一個健康啲嘅人呢？咁我咧就直接答佢啦，我咧就會每朝去到跑步。飲食嘅話咧，要戒糖、少鹽少油，同埋夜晚9點之後就唔食嘢啦。咁 ChatGPT 咧就會出翻一個自我聲明喺度俾我哋，內容咧主要就係講到我係一個照顧自己、珍惜健康嘅人。每日咧我會清晨跑步，因為我係一個重視活力同埋守紀律嘅人。我會選擇戒糖、少鹽少油，而喺夜晚9點之後就唔進食，因為我要尊重我自己身體節奏同埋恢復嘅時間。而我唔係喺度減緊肥，我係實踐緊一個更加健康同埋更加有掌控感嘅自己。所以每一次嘅選擇都強化緊我嘅身份。我係一個守紀律、有目標嘅人。我唔係靠意志力，我係靠設計嘅環境同埋簡化我嘅選擇。所以我咧就會用每一個行動，將理想中嘅自己變成習以為常嘅現實。而我哋就可以靠呢一段聲明，每日朝頭早同埋夜晚反覆咁樣去到讀完之後就可以洗翻自己嘅腦，令到自己真係變成一個追求健康嘅人。咁當然啦，如果呢一段聲明大家有啲乜嘢內容係想繼續改嘅話，一定要同 ChatGPT 繼續去到討論。因為如果你覺得呢段聲明裏邊有啲咩嘢係唔合理，覺得可能講嘅嘢係無稽嘅，又或者做唔到嘅，一定要改。因為呢一份聲明係要令到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如果你連呢一份聲明講嘅嘢，你自己都唔相信可以做到嘅話，佢就唔可以改變你嘅潛意識，咁就唔可以改變到你嘅行為同埋習慣，咁就達成唔到要洗翻自己腦嘅目標。依家聲明我哋就寫咗出嚟啦，不過聲明寫完之後，一定係要再配合行動去到做，咁佢先至會係有效嘅。所以你可以每一日朝頭早起身之後，又或者係每一日做嘢之前，打開你部手機嘅 note 讀一次聲明，記住一定要大聲咁樣讀出嚟。千祈唔好覺得尷尬，你讀下就會覺得唔尷尬，而且會覺得真係 work。讀完之後就即刻做一個行動去到回應翻呢一份聲明。譬如我係一個追求健康嘅人，咁所以我讀完呢一份聲明之後，我已經即刻可以喺屋企做大概5分鐘左右伸展嘅運動，又或者係少少嘅帶氧運動又好，無氧運動都好，都唔緊要。最重要嘅係俾你自己心理同埋俾你自己嘅大腦知道，我唔單止係淨係講，我係真係有去到做緊。將你嘅潛意識同你嘅行動連接埋一齊，咁樣你之後就可以更加容易 keep 住你呢個習慣，真正做到唔單止係再靠你嘅意志力去到支撐呢件事，慢慢之後做呢件事就完全唔會係你嘅負擔，唔會覺得痛苦，係變咗你嘅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今集嘅內容就去到呢度，大家可以即刻開我喺下邊 description 嘅 ChatGPT 寫一份關於你自己嘅聲明。最後大家記得 like 我呢條片同埋 follow 我嘅 channel。另外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目標係乜嘢。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